把一个国家从世界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世界最贫穷的国家，最快可以花多少年？委内瑞拉交出了他的答案，就是20年。20年的时间，委内瑞拉从世界人均 GDP 第4，从拉美最富裕的国家变成今天最贫穷的国家。拉美的货币现在一文不值啊，几百万的货币可能只能换一个鸡蛋。那么整个国家在最近5年有超过300万人逃离，而这个国家曾经以美女、石油、以最富庶的拉美国家而著称世界。它是怎么做到的？而做到这一切，我们不得不去提一个已故的著名政治人物，就是查韦斯。1996年，查韦斯以反腐和全面消灭贫困，通过选举当上了委内瑞拉的总统。而他为了实现这样的承诺，首先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改革的名义修改宪法，扩张总统的权力，修改总统的任期，使总统的任期可以实现终身制。第二个，他进行高福利的政策，在他执政的期间委内瑞拉的福利是非常的高的，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、免费娱乐这都是家常便饭，大幅提高底层民众的福利。那么如何去扩大这些钱呢？那么就是把石油、矿产、金融、电讯等产业进行国有化，在这些行业里面实行国进民退，国进外国资本退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冲突嘛，所以他又在外交上执行了与欧美的脱钩。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他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因为从2000年一直到他去世的2013年之前，整个石油价格大体是以向上为主的。而随着2013年石油的崩溃，那么委内瑞拉的状况一泻千里，变成了今天的最穷的样子。对于今天这样的现状，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阴谋。那么委内瑞拉20年何以至此？你信马杜罗所说的吗？